哥哥是异能学院最杰出的人物，无需参加选拔就可加入超级7人组。可弟弟山姆却从小被用于人体实验，长期非人的待遇令他人性扭曲，只需一拳便可打穿看守的肚皮，铁拳从目标的嘴巴伸出。然而每次山姆发狂，学院都会找来哥哥安抚他的情绪，不过每次过后哥哥都会不记得此事，直到不久前才恢复记忆，选择自杀。同时山姆也成功逃出了学院的魔鬼实验室，仅凭他一人就能杀死实验室的近半看守。很快剩下的看守也追查到他的位置，很明显大战一触即发。由于画面太过血腥，导演改用玩偶代替，但依旧能真切感受到暴力美学的震撼。I have a single dad with 2 daughters. Their names are Haley. 之后电视播放卡多萨博士的幽默节目，他正是恶魔实验室的技术担当。此刻山姆的精神已到崩溃的边缘，直接跑出了废弃加油站。艾玛紧随其后，却只看到他远去的背影。于是他回到学院搬救兵，结果让他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：玛丽与双重性别的乔丹产生了微妙的感情。不过艾玛还是说出了山姆的事，而乔丹曾做过教授的助理，恰好知道他家的地址。等他们赶来时，山姆还没有铸成大错，可他们太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山姆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几人加在一起也没有与对方的一战之力。艾玛不愿看到两败俱伤，冲进厨房大口干饭。乔丹转换成男性，才勉强硬接住山姆的铁拳，又迅速转换成女性形态，利用冲击波将对方击出屋外。但山姆很快就站起来准备反击。此刻最炸裂的一幕发生了，狂吃过后的艾玛竟放大数倍，运用身体的优势死死将山姆按在身下。其实他也是初次尝试变大，在场的小伙伴和我都惊呆了。Wherever we go, we promise we're in this together. 画面一转，玛丽却在床上醒来，而且身边还躺着乔丹，看样他俩的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随后他们的关系就被同伴撞了个满怀。先别管昨晚发生了什么，眼下穿上衣服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而艾玛一觉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硕大的身躯竟躺在泳池里。通过热搜看到艾玛变大的视频，他们才知道昨晚经历了酣畅淋漓的派对，可谁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山姆跟随艾玛呕吐的气味赶了过来，但如今他们看到对方如形同陌路一般。山姆知道是学院抹除了他们的记忆，可即便自己百口莫辩，也无法证实真相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先离开，然后另做打算。很快几人也意识到记忆的丧失，因为他们记忆中的日期与现实不符。凯特在昨晚派对的视频中看到拥有通灵术的鲁费斯，之前就是他对玛丽做出过卑鄙的行为，结果被玛丽操控血液弄到了他的作案工具，应该是他心有不甘回来报复。此时凯特也说出爆料，原来鲁费斯曾经也对他做出过同样的事。还没等他叙述完过程，安德烈就消失了。为了阻止安德烈做傻事，大家立刻回到了学院。当鲁费斯看到玛丽后，吓得撒腿就跑。难道真是他抹除了大家的记忆？可一转眼玛丽他们就把人跟丢了。没想到逃脱的鲁费斯回到了宿舍，恰好遇到等候多时的安德烈，可刚触碰到他，安德烈就被传送到了快餐店。与此同时，卡多萨博士向校长抱怨着他昨晚的遭遇，扬言要退出森林计划。毕竟他研制的病毒是超人类的克星，如果被他们知道了，自己将会死得很惨。但上贼船容易下船难。Cutting up soups and seeing how they tick. It's a skill that won't quite shine on your LinkedIn profile. 见没有退出的可能，博士要求把实验对象换成玛丽，她的控血能力才是最可怕的，有了她可以加快病毒研发的速度。另一边，艾玛看到印有汽车电影院标志的衣服，仿佛想起了一些她与山姆的回忆。而玛丽通过她控血的能力，也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存在一个血管，她稍微一用力，血管爆裂，竟发现了定位用的微型仪器。看来他们的失忆应该不是鲁费斯所为，于是她马上去找凯特，并说出发现跟踪器的事。她想知道凯特是不是也被安装了，结果凯特慢慢将手放到了她的手上。I'm so sorry. It's you. 凯特再次抹去了他的记忆。玛丽离开后遇到闲逛的乔丹，他发现了玛丽肩膀的伤口，察觉到玛丽又缺少1天的记忆，他以为是又被鲁费斯给操控，马上就要去找他给玛丽出气。然而一切的造成者正在向校长忏悔，他不想再背负这样的罪孽活下去，毕竟凯特现在还很有用，校长只能尽量稳住他。经过一番搜寻，乔丹终于找到如老鼠般躲藏的鲁费斯。看到他们杀来，鲁费斯起身还想逃跑，却被玛丽牢牢捆住。随后他拼命求饶，认为是上次的事来报复他的。此刻他们才知道找错人了。艾玛穿着那件衣服回到了废弃加油站，虽然现在他还是想不起山姆，但他已经意识到山姆之前说的是对的。山姆告诉他抹去记忆的人是凯特，他哥哥的记忆就是被凯特抹去的。然后艾玛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玛丽，可钟情的安德烈压根就不信，他认定就是鲁费斯背后捣鬼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说什么也要先杀之而后快。情急中凯特只好承认了，事到如今这个傻子还是不信呢。 Tell them it isn't true. I'm so sorry.
凯特将双手放到他的头上，记忆如潮水瞬间回到他的脑中，他才知道真正骗自己的人是谁。